日日都要返學，終於可以放學啦！但放完學又要返學，返到課室仲要趕功課，趕完功課又要溫 UT。溫完 UT 又要做 SBA 喎。全 SBA 仲有 IES 啊！以為好好地可以放假啦，點知要返嚟補課喎。雖然係咁，但其實諗諗下，呢個中學生涯都有幾多難忘嘅回憶啊！Sweet babies, open the door and do your favorite long task.同識師班相處咗2年時間，佢哋俾我嘅感覺係佢哋其實好有自己嘅思想啦，思想好正面啦，上堂嘅時候又好有反應啦，好有反應啦，好有反應啦，咁呢個都係令我印象好深刻到。6B 班咧上堂咧都幾 OK 嘅，大部分都係好有心嘅嚇，只一兩個咧就有時唔係咁精靈之外，咁基本上都 OK 嘅。其實咧成班同學咧好 Q 嘅。若舊有記憶，不可以用慢鏡拍低，隨時代變遷，快樂流逝，並沒有什麼好比友情難以取替，從無懼歲月每分鐘的洗禮。想當日落堂遊玩散心，來扮過怪獸大戰超人，
出現問題，承認有份維護我，你亦至少不抖震。人人攀得多高，求秋生可保，大概生活也很苦惱。當發現再沒有辦法盡數，是友情才最好。若舊有記憶不可以用慢鏡拍低，隨時代變遷，快樂流逝，並沒有什麼好比友情難以取替，從無懼歲月每分鐘的洗禮。唔係啊，我影到你離地好唔好？你講真嘅，我渡過，讓美夢如最初。若舊有記憶不可以用慢鏡拍低，隨時代變遷，快樂流逝，並沒有什麼好比友情難以取替，從無懼歲月每分鐘的洗禮。作降低，潛移默化將印象流逝，並沒有什麼好比友情難以取替，才明白這段友好一生一世。誰人為友伴獻出不